这年从几声咳嗽声开始，世界卡关了。但这不是你第一次卡关。游戏大补贴哦！警察来了，造！这天你卡在大补帖摊位前，感受正义与良心的挣扎。但一款超便宜的正版游戏救赎了你，让你出场正义的禁果。你来组装电脑吗？你买了什么？那年骗你妈说要组写作业的电脑，却买到带你上天堂的主机。哇！这个金融风暴呢？此时，金融风暴冰冻了全世界，尤其是你，因为有个声音告诉你。醒醒吧，你根本没有钱投资。但总有些陌生人会给你一点勇气。挑战零下40度600公。他们卡关的故事会让你明白，你不是最笨的那一个。马老师，你刚刚是说火警？没错，世界越来越诡异，从手机到太空都渴望交朋友。还好你够边缘，你知道真正的战友在哪里。不用到世界的尽头，你们都能一起冒险。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？不知道。跑马后了。大哥，怎么会这样？快，医院就在前面了。推不动啊！原来，陌生人可以并肩作战，是真的。原来，长大要扛起责任，也是真的。你突然明白，这个岛屿是如何推着你前进的。原来，让人长大的不是时间，而是一点一滴的善意，偷偷地推了你一把。也突然找到了电视里的那群疯子要去冒险的理由。于是，你迈向一个更值得挑战的关卡。阿妈，你跟我橘子汁。我放梨汁啦，好不好？一开始没那么容易，但就像过去25年的每一次卡关，只是升级前的试炼。因为你我都知道，勇敢闯过，就能进入全新的篇章。迈向未来，让我们共同在下一个关卡前，为台湾做好准备。面对未来的新关卡，一起去冒险吧！